天后，除了在灵仙阁当众伫咧审问的时阵，我是武林大名主。此外，希望恁就将我当作是一位忘年之交，叫我一声明大哥就好。来，干杯！明大哥，请。请。今夜请二位前来，是因为有一件事，绝对袂用个漏泄出去。什么代志？是乡里的事，也就是甲恁两个误会有关系。小龙，伫咧灵仙阁，你只干那顾要辩解你的冤枉，有可能去互伊疏忽去。今夜，不如你详细甲伊看卖，看乡里，佮伫咧落梅川的时阵有啥物无共？来人啊，上乡里带进来。是。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代志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什么你会知影我是明顺秋，又搁知影我是武林大名主？而且到酒店去求我，就爱替丁翠玉报仇。我是听人讲的啊。听什么人讲的？你曾经讲过，丁翠玉甲你情同姊妹，为什么丁翠玉突然间出现的时阵，你会惊红满面？你应该爱惊喜才对啊！丁大哥，听伊的语气，佮伊的心情，分明毋是乡里。我是乡里啊！你看，这块玉佩是阮阿娘予我，你嘛捌看见我大家啊？你看。哼，好势袂晓武功的乡里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假扮乡里？假乡里死，明大哥，我应该留外口啊。不要紧，就是到外口问伊，伊也唔讲。不过，我已经知影什么人指使伊。明大哥，那我明白了。你是要甲我讲，真有可能有人用这款手段来掠走伊翠玉甲乡里，所以才故意嫁予要下江良。无唔对。唉，世间啊，
意思都拢是有啦，啊！人这个马公主啊，甲金姑娘，人伊是另外有代志呢。马公主毋是会甲金姑娘要离开这个林仙阁，但这甲苦心的是有啥物关系？伊大安尼袂做的，竟然一直要甲人留啦，叫人讲大爱加大回家。哎哟，人一个唔肯吼，伊就讲要讲送，要送因去啦。那，讲到这夭寿底命，实在有够严的。人迄较早金姑娘吼，是叫是下老大的，就是苦心的。人唔啥会讲学老讲伊烟头啦、少年啦、水啦。哎哟，讲到这底命有够戆的，就是讲伊真是命在烟头的。哼，那自作多情啦。迄烟花唔知买咧大红花买唔知，迄老钱有影唔知买后臭啦。哼，也唔知讲伊今日教我这个哈。安尼要哪会用的？无得开顺煞对人去哦。嘿，我马上甲衫倒转来，要哪会用的啦？哎呦！真贵。嘿，大嫂，较讲啊，你敢讲好咧？哈，你无话我讲哦，我实看袂出讲伊是一个查某的，啊？哦，陆姑娘，你免紧张，你免紧张。小良是阮自细甲养大汉的，所以对未来的某囝是毋是现实，当然阮真关心啊，对无？啊，若是讲陆姑娘哦，不但是讲现象，嘿，啊，而且生出这么水啦，咱哪就会放心啊嘛，啊？真贵。心里用什么的好意，怎奈小良情难移，伊对嘴有心不离，怎会以情，怎会以情爱情味？青儿啊，你啥你有够戆咧？你你有扮男装，甲伊当作是兄弟，当然伊迄边去爱你啊。即摆你赶去外女装起来，自然的日久生情啊。啊，你日久生情，这伤晦气啊！啊，规气哦，我啦甲小良讲安尼，较规气啦，伊就知影啦。老前辈，你即摆袂用咧对伊讲，伊来，你安尼雄雄讲出来，我会感觉真歹势。好。二来，大明主即摆当咧甲小良讲一项代志，袂用甲伊搅了，因是咧讲一项秘密，讲要拆穿一项阴谋。劫走丁翠武，是想要借马天罗的手来除掉，派假乡里来找我，也是想要借我的手来除掉。小良，你详细想看卖，甲什么人有这么大的冤仇？杨大哥，我搁看到遐想，我从来嘛毋捌甲人结过冤仇啊。宝庆王之妾赵夫人呢？你是安怎会去想起伊咧？伊曾经亲嘴救我，求我出手替伊除掉你，我并无答应，所以伊搁派人假扮乡里来找我。杨大哥，你安怎样断定乡里是明夫人派来？我捌你已经20年了，当今武林中，也只有伊精通易容术。要拄着我，若是赵夫人，安尼是另外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用咧对我讲？如果若有什么考虑，无讲也无要紧。听说王子啊。
是安尼。小玉，你保护玉清，护送批信要去互宝庆王，这当然是伊要除掉你的原因。但是，也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才是宝庆王的亲生囝。杨大哥，你是伫讲公孙小秀？小玉，你敢叫我袂记？顶一摆，你摕互我看迄条包英里用的黄连片，当时我敢是有甲你讲，迄毋是普通人伫咧用的物件，所以你的爸母真有可能是皇亲贵族。杨大哥，皇亲贵族无一定是宝庆王啊。别个皇亲贵族却无人胖见囝。你会记得当初咱伫咧西江见面的时阵，咱并无熟悉。我为什么会偷偷伫咧注意你？又为什么自动甲你攀搭？我为什么要邀请千下武林的英雄，在你的人生过，证实你是一个无辜的，甚至有人伫咧责备我偏心袒护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一直认为讲，杨大哥你对我真好。我对你好，是什么原因？你貌似我错，就这份可笑年纪你咋存？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子，对你好感难消除。我这包饺是安慰，你貌似我错，必也亲像王妃。分明是母子无义文，恶也是你的天伦。小玉，小玉，拄则你伫咧讲，假王子是凭着倒手的红旗来冒认的，也只有陆成知影这个破绽。破绽是甚么？听陆清弟讲，若是真实的王子，伊无一定讲是有红旗啊。那呢是甚么？嘛无人知影，连陆清伊家己本身嘛毋知，这位秘密是伫咧迄方批的。小玉，你为什么唔看你的倒手有甚么物件？我有三大太极，大大头，有什么骗？一定是写讲真正的王子，伊的倒手是三大太极，唔是三粒红旗。你就是真正的王子。大哥，你是真的王子？只要你将你老爸的批紧摕出来，看内面是毋是写讲真王子倒手是三大太极，毋是三粒红旗，安尼就会当证明伊的身份嘛。配我相信家己啊！哈？你来从批小鱼讲嘞？是安尼啦，阮若听张批是要笑我，要甲我讲王子的秘密是刻伫咧玉环的顶面，外面则佫高一言琉璃，什么人也看袂出来啊！那安尼，迄个玉环嘞？
我是惊讲放伫我身躯边会危险，我毋才会送互肉圆啊，互伊挂咧手会较安全。哈，肉圆啊！我玉款无去啊了，是安怎奈无去啦？当嘛伊苦心要甲我摕去送别人啊！苦心的，啊你玉款是送互什么人？都一寡灾民啊，无当住，啊也无通食，啊，搁一对公孙仔吼，足可怜的迄个阿伯啊，搁目睭痴迷，我都看伊可怜，才将玉款甲送迄个老阿伯啊。我顾运气啊！好咯啦，青梨莫搁哭会用的袂。我下工量实在影，天唔惊地唔惊，我上惊查人伫哭啦。啊，当这若搁较大的代志，我就用咧承担的。你安尼搁伫咧吼，安尼啼啼哭哭，我实在有影上惊呢。有啥会通伤心的啦？大哥，我爱我嫂夫。青梨啊，你又何必啦？对王走做玉款啊，走的输风的，点转流落来无处放，我嘛做王子啊，也有啊风啊。大哥，你安慰。心感动，愧对弟啊亲啊，泪崩。我讲，你会用咧莫哭，目屎收起来，你毋通搁哭哈？安尼好。大哥先你哦。哭，啊感动也哭，啊感激也好，实在影查人就是查某人。我也有意思，愧对你，不该愈办人错，哼！我下工量这生最受气的就是人爱骗我。欺骗我的代志，我永远就袂当了下。我要处罚你，你愿意要我罚无？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只要你若是甲我罚，我心肝也袂遐艰苦。我实在足对不起你。好，我正要罚你，罚你目屎给我收起来，然后搁再哭，爱好好疗愈住你的身体。安尼就好。大哥，
对我真好，大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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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买玉环伫我遮，1万两银啊！哈哈哈